好，歡迎大家返到嚟 Sydney HR 的人與嘢。其實去到每年嘅3、4月呢，喺人事界呢都會有好多嘅座談會呢舉行㗎。今年都唔例外啦。至今呢都已經出席咗2個啦，一個呢就係由呢個新州大學舉辦㗎啦，另外一個呢就係一間軟件公司嘅。咁另外下個禮拜咧有一個更加大型㗎啦，咁聽完咧會再同大家分享嘅。喺呢一啲嘅座談會咧，尤其是今年啊，都係逃唔出幾個大嘅 topic 㗎啦。第一個咧就當然係人工智能 AI 啦，另外就係 work from home 啦。咁既然講開 work from home 咧，不如我哋咧又一齊去探討下咧4天工作週咧呢一個嘅可行性。我哋會睇一睇咧成個發展史啦。4天工作週咧有啲咩優勢，有咩挑戰啦？另外咧就有冇任何企業開始咗咧？開始咗又有啲咩嘅數據俾到我哋咧？最後咧我哋睇下咧有反對聲音喺邊度嚟啦？同埋咧未來4日工作嘅發展會係點樣嘅？其實咧係20世紀初嘅時候咧，大部分人咧就返6日工㗎。咁咧每次即係每個禮拜咧就起碼就50至60個鐘。不過咧隨住呢個工運嘅興起咧，咁人類就開始覺得喂，冇理由真係咁樣幫你打死一世工㗎，日日做咁多個鐘。咁最終咧就促成咗咧就返5日工嘅訴求啦。其實係幾時開始嘅咧？實際上喺1926年嘅時候咧，就亨利福特係啦，就係嗰個啦，即係你而家揸緊嘅 Ford 呢架車啊，佢就開始咗推行5天工作週，而每個禮拜咧就返40個鐘㗎。去到1938年嘅時候咧，美國就通過咗公平勞動標準法案，簡稱咧 FLSA， 就確立咗咧40小時咧呢個工作嘅標準嘅。澳洲當然跟啦，後來咧就演變成為38，即係而家咧喺呢個 Fair 裏邊咧工作38小時，因為當中咧有0.4個小時咧係俾你揾你食晏嘅。好啦，咁究竟4天工作週又係咩時候開始嘅呢？其實咧唔係啲咩新嘢嚟㗎啦，你可以追溯到咧1970年咧已經開始㗎啦。當時咧美國有啲公司咧就嘗試咧就每日返10個鐘，返4日工就算啦，就希望咧可以提升到咧嗰個員工滿意度啦，同埋個生產力㗎。可惜咧就好似唔係好得。咁於是乎咧就冇繼續發展落去啦，一直去到咧1998年啦甚至咧係引入咗喺法國啊，就35個鐘啊。點解啊？因為咧如果唔係返40個鐘，返35個鐘嘅話，咁剩返5個鐘頭，咁點算咧？咁咪請到個人咯，係咪？咁就可以咧就令到個失業率咧係降低嘅。一路去到2008年啦，就出現咗呢個金融風暴啦。咁咧美國亦都嘗試行呢個4日，其實為咗慳錢嘅啫。後來發覺其實公共服務係做唔到4日嘅，因為後面搞唔掂啊。所以最後咧亦都係咧係不了了之嘅。我哋睇返近代一啲啦，喺2018年嘅時候咧，新西蘭咧係實施咗呢個4天嘅試下，咁發覺得喎，就同咧70年代相比咧，似乎個認受性高咗，咁係咪代表好咗咧？咁我哋下面會再睇一睇㗎啦。跟住去到2020年、21年嘅時候咧，就直頭高峰期啦。點解啊？因為有武漢肺炎啊嘛 ，COVID 啊嘛，咁個個就焗住喺屋企啦，一係就 remote，一係咧我哋就話咧就 work from home 啊。咁咧就令到好多企業咧就開始重新考慮，究竟係咪應該改變呢個傳統返5日工嘅模式咧？咁及至2022年啦，幾年前啦，有一個叫做 4 Day Week Global 嘅組織咧，就發起咧全球4日工作試驗計劃啊。
喺西方好多國家，例如美國、英國、加拿大啦、澳洲啦、歐洲啦都有進行嘅喎。最後咧發現咧有90%嘅企業咧覺得返4日工咧就係能夠令到員工嘅滿意度提升啦，生產力亦都增加嘅。咁當然啦，呢個係佢哋做嘅 research 嚟嘅。咁有另外一方面，我點樣睇咧？咁我哋咁我哋喺下邊咧一齊去睇一睇啦。嗱，有好亦都有唔好嘅。有人認為咧5天工作週改為4天嘅話咧，係可以提升咗咧嗰個生活嘅平衡㗎。因為咧，畢竟咧你多咗一日可以休息啦，係嘛？我當然都希望多一日休息啦，係咪啊？咁實係開心啲㗎。咁另外咧，佢哋認為咧生產力咧係可以提升嘅喎，因為咧你會專注啲做嘢啦，你希望快啲搞掂晒啲嘢之後咧就可以即係有個 long weekend 啦，禮拜5咧就可以唔使返工嚇，禮拜6日都可以唔使返工啦，星期4咧就變咗個 New Friday 咁話嚇。咁有啲人才咧係比較中意咧就擺4日返工㗎嚇，咁所以呢個咧都係其中一樣可以吸引人才嘅方法啦嚇。問題係有啲咩危機呢？咁第一樣嘢咧就係行業問題啦。咁呢個我哋下邊會講㗎。另外咧就係有一啲營運嘅調整嘅，例如其實法例啦即係呢啲咧其實都需要調整啊，唔係你話轉就轉㗎嘛，係咪？另外啦就係咧，其實你單日嘅工作時數係長咗㗎，咁正常啊，因為你原本嘅工時係38個鐘或者40個鐘，就擘開5日啦，而家變咗4日，即係你做多咗時間啊。變相無論你係搭車返工啦，跟住留喺公司啦，再返屋企咧，成個時間係長咗㗎。咁究竟有咩企業開始試緊咧喺澳洲咁啊？同大家講兩個啦，第一個就 Medibank，跟住就係賓寧啦。嗱，賓寧咧係有試嘅，不過咧佢就冇數據釋出。Medibank 就唔同啦，開頭嘅時候咧只有250個員工參與，而家咧擴展到變咗有500人啦。咁佢哋嘅測試結果就話覺得得喎，咁員工嘅滿意度咧係增加咗㗎，身心健康同埋工作效率咧都有所提升嘅。咁另外咧，亦都有20間嘅澳洲中小企咧係參加咗呢個先導計劃啦，亦都係咧差唔多100%咁滯㗎啦，95%咧覺得係可以繼續行嘅。咁當然咧，亦都要睇係咩行業啦。點解咁講咧？首先第一樣嘢咧就係唔係個個行業得嘅，例如有一啲係要一路運作嘅行業，醫療啊、零售啊、物流啊咁啊。全天候運作㗎嘛，你點樣4日工作啫？冇可能啦，係咪？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其實可能大家冇留意嘅，個企業成本係增加咗嘅。點解啊？因為如果你有同事係做4日嘢嘅，咁但係咧，你其實唔係間公司都行4日㗎嘛，有啲公司行緊5日㗎嘛。咁即係話咩？其實你始終都要5日公司都有人。嘅變相咧，你嘅人力資源咧就增加咗啦。咁另外有個唔好處就係乜嘢？就係嗰個客戶服務中斷咗啊！例如乜嘢咧？明明阿陳生係你跟開嘅，咁禮拜4你翻完就放假咯，禮拜5翻工啊，陳生打俾你，咁你放假唔接啊嘛，咁於是乎就係你個同事接，佢唔知頭唔知路嘅時候咧，就可能咧就搞垮咗件事咧，都有機會㗎喎。另外啦，就係咧，如果延長時間工作咧，咁唔係個個受到噶嘛，係咪？一個唔覺意病起上嚟，你有 worker comp，老細就多得你唔少。既然有辣有唔辣嘅話，咁未來嘅呢個所謂4天工作趨勢會點樣呢？咁首先第一樣嘢我哋睇到嘅就係會越嚟越多國家咧會願意咧就做呢個先導計劃咧，就試下睇下得唔得嘅。即係例如英國啊、冰島啊、西班牙、日本啊，佢哋都會試嘅。另外啦，某啲工作的而且確係可以咧做到4天工作週㗎嚇，例如一啲科技啦、coding 嗰啲，使鬼你知道邊個 code 咩 code 到就得啦，係咪啊？創意產業啦，嗰啲不嬲都好 flexible 㗎啦，做完交貨就得㗎啦，係咪？
另外金融機構、專業服務啊，咁呢啲咧尤其是見人嗰啲就一定咧就好 flexible 噶啦，我哋見到。另外啦，大企業都會試嘅，微軟啊、Unilever 呢啲咁嘅大企咧都會試下嘅，因為佢人頭夠多嘛，可以 cover 到咁多個 shift 咧，咁佢當然可以試啦，係咪？我哋另外睇到一樣嘢咧，就係新嘅一代嘅，即係年輕一代，即係例如呢個千禧代啦 Millennials 啦，同埋呢個新嘅 Z 世代啊，即係職場嘅新勢力咧。佢哋係比較 buy 我個叫做 work-life balance 嘅，咩意思咧？即係話，咦，4日工作周有數喎，因為咧我可以休息，就唔使咧返咁多日工嚇。咁其他時間我可以做我自己中意嘅嘢，即係總之我嗰4日返工啊，我做足40個鐘或者38個鐘咧，咁你就唔好吉我啦咁樣啦。即係新生代咧都係似乎有咁嘅趨勢嘅。咁另外有一樣嘢我哋都要留意嘅就係唔係話改就改㗎嘛，係嘛？因為咧勞動權益係會改變嘅，所以點解咧就即係今年咧 Fair Work 咧都會 look into 呢一樣嘢，又或者如果你係有啲公司係4日，有啲公司5日嘅時候咧，就有啲咩 dispute 咧，其實都係比較麻煩㗎，睇呢個公平工作方面。另外就係 AI 嘅智能化啦，隨住呢樣嘢興起、崛起啦，甚至係咪？我哋知道咧，就人類咧嗰個對於工作個理解咧，就開始轉變。AI 咧的確幫到我哋好多忙㗎嚇，問題就係乜嘢咧？問題就係若然我哋係冇咗 AI 呢一樣嘢嘅話咧，咁或者係我哋唔用啦，唔好話冇咗啦，OK 啦，我哋唔用 AI 呢樣嘢嘅話咧，咁我哋的而且確咧會做多咗好多嘢㗎嚇，所以點解 AI 可以幫到我哋咧，就更加實行呢個4天工作週嘅。最後啦，就當然就係 hybrid 同埋呢個 work from home 係 here to stay 啦。咁4日工作週咧就一定係同佢奔到一齊玩㗎啦。咁呢樣嘢咧，我哋睇到咧就都係應該走唔甩嘅。好啦，隨住呢個科技不斷發達啦，或者呢個工作嘅場所不斷嘅去更新同改變啦，我哋睇到咧4天工作週咧，似乎咧只會越嚟越熾熱嘅啫，呢個討論嚇。所以咧，如果大家有咩意見啦，就即管 email 俾我啦嚇，可以 subscribe 我嘅 Patreon 啦，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channel 啦，或者 subscribe 我嘅 Facebook 㗎。嗱，我哋下次再見啦喎，拜拜。